護老者真實分享 Ringo 的經歷。護信，護老歷程，互勉鼓勵，瞬間傳遞，透過故事傳揚愛與希望的訊息，作為與其他同路人互勉的信件。Ringo 的護老故事，因為爺爺曾經患上中風，行動不便，需要家人照顧。轉變的關係，有以前是爺爺照顧我，現在我反過來照顧爺爺。甜蜜的經歷，他有時候表現得很可愛，讓全家人都笑。困難與克服，最困難的是勸服爺爺喝水，因為他不喜歡，不願意主動喝水。我需要用鼓勵的言語，或是他喜歡的食物來勸服他。面對困境，第一時間想起父母。幫助你的人，說感謝或祝福。感謝你教曉我如何去思考和解決問題。從不同的角度的切入，都可以成為解決問題的這個很好的觀點。勉勵其他護老者，照顧他人不容易，更重要的是先把自己照顧好，才能更好服務他人。護老者角色，教曉我，希望人人、社會、醫療機構做好疾病預防工作。如想分享你的護老經歷及勉勵其他護老者，歡迎投稿。你的護老故事經審閱後，有機會刊登於本中心網頁或電子刊物《護老三思》內。如果有需要社工代為筆錄，請致電護老者支援熱線3892101。投稿或細閱護信，請瀏覽 https://sws:/org.hk care